今日嚟到惠州富人區嘅位置啦，業主一日都未住過，裝修400幾萬，而家直降200個就可以湧入。你而家上去睇下，推開價值幾萬蚊嘅門啊，雙開嘅門，豪宅嘅標準啊。嚟到餐廳部分，到頂一排個嘅餐邊櫃，放低幾百萬嘅茶葉同埋酒，紅酒啊都足夠晒你放噶啦。嚟到腰正嘅廚房位置，廚房都夠晒豪華啊，放做埋紅木標準噶啦。咁嘅 level 簡直係高啦！嚟到入邊嘅位置，見到一個洗手間位置，仲嚇親你啊！全部係鍍金噶，不過唔知係咪真金啦？可能真係，如果係真嘅話，嚟到個客廳位置啊，夠晒豪華啊！你估下呢套家私幾多錢啊？嗱，180個啊，就喺大灣可以攞低200幾平米嘅商品房啊！你話咁嘅標準夠唔夠高啊？你話覺得會唔會送埋俾你噶？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聯繫我啦，係咪？嗱，我哋由一樓部分落翻嚟負一啦。首先係嗰邊係停車場入口位置嚟嘅，嗰邊有個細嘅會客室啦，同埋一個公共洗手間位置。呢個空間係功能區嚟嘅，你可以做成影音室啦，或者係細型嘅 party 嘅酒吧。OK， 裏邊仲有間房仔可以做埋個棋牌室啦，裏邊打麻雀都唔會影響隔籬鄰舍或者屋企人啦，係咪先？上埋去2樓睇下，而家嚟到2樓部分啦，3樓空間都係一樣嘅，對面2間細房都係一樣嘅套房設計，2層總共係6個套間。嚟到主人房入邊啦，空間非常之大，呢一度放咗張 king size 嘅床都係冇問題嘅。再出去係個書房位置，落地窗採光非常之好啊！喺呢一度嘅衣帽間位置，呢一度位置我相信阿嫂肯定係滿意噶啦。裏邊係洗手間位置，土豪金設計咁嘅設計，唔知你接唔接受到呢？呢一邊呢係5樓部分啦，5樓部分呢一度望過去就係體育公園，嗰邊係中旅島嘅18棟高爾夫球場，呢一邊係比較出名嘅八兆。OK， 呢一套單位啱唔啱？啱嘅話 follow 都填我啦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